城及其周围的地域，叫做邦畿。第三个字呢是纪，这个第九章，记一记啊，记一记。记呢就是编辑的记，是继续、合句、合的意思。这个记啊本身是指那个马折成一箩搓成线，这个记啊的原意是这个。还有一个字呢，第四是息，积习尽致，也是第9章的木木文王，于积习尽止。这个息呢，康熙的息啊，这个息是光明、光大、晒干、和落的意思，是吧？这是第10章，你们那里书呢就没有我这没有章，是吧？你看我编的书呢都加了个题目的，是没有章节，没有章节，第9章是吧？我这个就很好看，很好找，是吧？第10章是玉，大家看一下上面玉，这个要读玉，玉石的玉，是吧？水边望去的地方，什么叫做玉啊？结果我们很多老师带学生读澳大利亚的澳啊，启澳这个地方要读玉，所以要读韵律学、文字学、韵律学，是吧？水边望去的地方叫玉。第6个字县，第一个要读县，西安县，威武、威严、广大、宽广、博大的意思，大家现在不要写，反正这个发给大家的是吧？考给大家都有。我们看一下讲，连续有3个基本同音的，轩呢是通火字旁这个轩，盛大、高尚、谢扬的意思，这个轩。第3个轩是遗忘、忘记的意思。第11章有一个呜呼，我们不能读个吁息啊，不能读吁息，是呜呼，是一个叹词，相当于现代汉语里面的哎呀的意思，是吧？呜呼，你不能读吁息，是吧？这个一定要懂韵律学了。第10个字谐句之道，谐句之道是谐是衡量、量度、规范的意思啊，这个谐啊，这个多了一个谐啊，这个锯呢是制作方形物件的工具，锯呢拿起来量嘛，量东西，规矩就是来量方形的一个工具嘛，量物件的工具嘛啊。第11个字呢是赤，不异语、不直视、淡的意思啊，27章。第12个字呢就是冒记是嫉妒的意思，嫉妒啊，你冒记人就是嫉妒人啊，嫉妒人。13个字呢就是挥笔，是使把的意思，好，这10几个字，最难理解的几句话啊，我认为你把这几句话了解了，大学你就都懂了，都可以讲了，是吧？我就认为这几句话大家很难解释的，争论比较大的。第1句是大学之道，大学怎么解？现在全国大概有10几种观点，最多的观点认为大学呀就是古代的现在的大学，我认为这个观点绝对不对。过去呀还在春秋战国末期、战国中期，那么还没有明确
哪个办了大学，是吧？这个孔子那个时候还只是私塾的开山鼻祖，还没有么中学、大学都还没有，怎么是作为大学现在的大学来解释的？他认为现在办大学的宗旨就是三点，我不赞成这个观点，还有很多很多观点。我赞成呢，怎么解释呢？就是修身治国、齐家治国的大学问。你看30章全部讲修身、修心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，是吧？他怎么讲这个？现在怎么大学里面办大学要做好三件事情？这个显然不通。第二个呢，有一个争论最大的，就是大学的在亲民，在明德，大家基本上没争论。在亲民，因为是朱熹你看在中国历史上理学的集大成者，是吧？那么朱熹解释这个亲民的亲啊，他翻译成为新旧的新，着新民，在于着新民。我们过去听老师讲都是讲翻成新民，所以我呢不主张是翻成新民，新民根本不通了，无法讲下面，也无法讲题目，是吧？与本意啊，我认为不合。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：大学之道就是修身治国大学问，道规律、原则、要求、领导，都有这么多说法。道理、道路、规律、原则，在古代的道还有一个字，领导的意思。领导的，在这里我认为是总原则、总要求的意思，是吧？所以我把它翻译呢是修身治国大学问的总原则、总要求，就是3条。实际呢，我通俗的讲，我讲大学是什么？就是政治家怎么做官，怎么做人，就主要讲这两点。做人怎么管理家庭，也是做人的道理。这个内容嘛，是吧？那么在于3条，在于第一个明是动词，弘扬的意思，发扬的意思，啊，明德，发扬。第二个明是名词，是吧？是名词。那么在于弘扬光辉的品德，在于亲爱平民百姓。我们做官的修身治国啊的目的啊，你就是也要弘扬光辉品德，在于亲爱平民百姓，在于使管理达到最高境界，使我们的各项工作达到最高境界都可以啊。在于管理可以不要也可以，在于达到最高境界。我看我们修身也好，做官也好，就是这3条：弘扬光辉品德，亲近人民大众，在于使各项工作，使自己管理工作各项工作达到至善，至是最高嘛。善是好嘛，最好就达到最好的水平，也可以这么翻译，使我们的各项工作达到最好的水平，最高的水平。至是高嘛，是吧？第一个止是就在这个地方嘛，是吧？达到的意思，最好的水平，最高的水平。所以很多企业把这个至善作为企业的目标，就是最好的水平，最好的效果，最好的效益，是吧？我认为大学问，特别是做官的人修身治国，你主要目标就是3大，下面就能阐述了，是吧？知之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，是吧？后面就要阐述怎么来做到弘扬光辉品德，怎么做到亲民，怎么做到治国，一章一章来阐述。最后阐述，你看
最后30章生财有大道，专门讲怎么管理财富，怎么管理财富啊，是吧？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呢，很难解释的，这一句很难解释。其本乱而末止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谓之有也。第5章你没看到是吧？可以翻到书第5章。这一章怎么讲呢？本乱就是道德这个根本，道德是人的根本，这个本是指人的根本。你这个人的道德的根本坏了，而想来治理国家、治好国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谓之有也，否也，否是否定了，没有了，是吧？一个人的道德根本都没有了，都乱了，而想要治理国家、平天下，否也，不可能的，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好，后面一句，厚者薄，薄者厚。厚就是重视，薄就是轻视、放弃，是吧？厚是重视，薄是轻视，在这里做这个意思，所以这个话就很好解释嘛。应该重视的大事都被轻视，本应该轻视的小事反而被重视，这种治理天下的方法是从来不会有的，也不会成功的。我们在座的，你看你是这么修身吗？你怎么去管理企业、管理学校吗？应该重视的你不重视，不应该重视的你重视，怎么治好单位、治好国家呢？所以我讲大学是管理学的一部最高水平的管理学著作啊！你看讲得多好，治国修身齐家的讲得多好，是吧？一个人的道德是根本啊，道德都乱了，还能够治国吗？不可能。应该重视的东西你否定，也可以做否定，不重视。应该不重视的你结果花很多精力去重视，你怎么能够治好国家、治好一个单位啊，治好一个学校呢？是吧？好，第3句，第6章的第3句，这个很难解释，有一些争论，是吧？实际呢，我的理解是前面解释了啊，是解释了。故事贴之明命，故事就经常故在这里做经常注意上天赋予的弘扬美德的使命，弘扬道德的使命。你看我们诗经里面专门有一句这个话，要经常注意上天赋予弘扬美德的使命。我们在座的各位啊，我们要大家弘扬传统文化，弘扬经典，就是弘扬传统美德嘛。我们大家要经常的注意到思考，是吧？要提醒自己，上天赋予我们弘扬美德的使命啊。第4句话啊，叫做穆穆文王于鸡兮尽之，于鸡兮尽之，鸡兮。第9章，穆穆文王大家都知道，指的周文王。仪表穆穆是仪表堂堂端庄，叫仪表堂堂光丈恭洁，叫做穆穆，是吧？仪表堂堂也可以，我把它写在一起，更加强调仪表堂堂端庄恭洁谦恭的周文王，他光明的美德啊，鸡兮是光明嘛，是吧？博大嘛，鸡兮是博大光明嘛，是吧？他光明的美德啊，尽之，
人们无不崇敬啊。周文王，你看，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孔子怎么评价周文王？周文王是大圣人呐！啊，伏羲做八卦，他把他推算成64卦。而且周文王治理国家有一套完整的思想，周文王在这里达到最高水平，是吧？孔子讲的服礼，就是要恢复到周朝的礼。周朝的礼是谁创造的？周文王。周文王是吧？你看，所以来赞扬周文王啊，仪表堂堂、端庄谦恭的周文王，他光明的美德啊，人人无不崇敬，是吧？第5句话叫做赞比其誉，律主一一。我在讲课的时候，学生啊，就这句话很难理解。我在全国各地讲大学啊，大家认为这一句话很难，实际来呢很简单，你把几个字一疏通啊，叫非常简单，是吧？赞，高瞻远瞩嘛，远望嘛，是吧？瞻嘛，前瞻性就是你要前面看的